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31日，弥迦书7章20节安尼讲：你一定照你古早对阮列祖立誓的应允，用信实对待雅各，示露慈爱予亚伯拉罕。三个来祈祷，照古早对阮列祖的应允，要用信实甲慈爱予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要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敬拜，主啊！你是永远守约施慈爱的主，你的话对古早到现在永无落空。你早时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直到今仔日悠然建立。主啊，你的确信实，你是永无改变的上帝。主啊，当阮软弱失信的时，你用慈爱宽待阮；当阮失迷跌倒的时，你用信实扶持阮。主啊，你要世代做阮的保护。主啊，你一定照你古早对阮列祖立誓的应允，用信实对待雅各，示露慈爱予亚伯拉罕。你也要安尼对待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